后来乡亲也要来防堵着这个非洲猪瘟，全台湾的警方是扩大来清查。台中的警方是透过国际邮包来查走私的猪肉，而喺东协广场发现到大量无检疫标章的不明的肉品。另外，分林的警方是伫民众的厝内查到为网络顶所购买的2大罐的肉酥，成分不明，随着查扣送检验。2罐肉酥来源不明，分林警方摕手机啊翕相做证据。有关太过，可是我们没有知。越南一个负责人讲，拢是伫网络顶买，不过成分标示不明，警方早登去查验。网络的来源还不是很明朗，所以我们继续查证当中。台中警方嘛查到真侪非洲猪这肉制品。专勤队联合客早伫东南亚渔港上接来的东协广场查扣越南业者卖肉品烟肠，因为无检疫标章，当场查扣27公斤。是什么？香肠类。北区这间厝内底有真侪包裹，警方对内底敲到越南的烟肠。我知道这种肉类，我不敢帮他们代售。按照国际包裹寄送的资讯，查到是这位越南小姐收的，敢若是非洲猪这肉制品。虽然这位越南的小姐讲无卖嘛无食，不过警方唔信，要来追查肉品的来源。包裹一件，其内含有火腿肉制品9包45条，重量约1.8公斤。为着防止非洲猪这，中央要甲公开场所的喷桶摕走，分林县宣布禁止喷禁日市猪场，彰化县的喷要用90度以上来煮，才会使禁日市猪场。要开始针对这些厨余桶通通收起来，这段时间来，请大家把厨余通通丢到我们的这个垃圾里面，让焚化炉直接就把它烧掉，避免说影响到我们的养猪行业。彰化县政府嘛讲，来源不明的肉品或者是无煮过的肉，一定要直接等到粪扫车，莫回收到喷桶，避免会变做防疫破空。